那就是有全权，但是却没有全责啊。派在外面的代表，如果是失职的话，你也有全权，也有全责，要去管好这个事情。关于这件事情，很显然呢，在那段时间里面，对于苏启成部长后来的这个情况有一些影响，我觉得非常遗憾。我这边有两个意见：第一，网络的发展，坦白讲是一个开放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，我们应该尊重。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网络不要去被少数人操纵，这也是我们的期待啊，尤其是用来做一些政治上的操作啊，让我们的民意解读的效果失真，这个才是我们大家应该要重视的事情。我在这边特别提到的，我过去跟谢长廷先生蛮有一些交往，但是我们驻外的代表几乎就是全权特命的一个职务，所以当时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让苏处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交官，我过去也跟他有接触，他是一个非常对于日本的情况非常了解的一个外交官，但是竟然我们的代表的本人讲了一句话，那个地方我管不了，既然是特命全权的代表，怎么可以说他对那个事情他不了解，或者他管不了？那就是有全权，但是却没有全责啊。全权的意思就是要有责任。所以我们未来的总统，既然人民选了你以后，包括派在外面的代表，如果是失职的话，你也有全权，也有全责，要去管好这个事情。我向人民保证，本人派出去的将来的代表，绝对全权负责，要全权负责，因为做总统的本身就要负责任。其实像蔡总统喊话要处理谢长廷吗？我不是这个问题啊，如果好好的不对这些事情让人民放心的话，好像还不到2个月了，是，我们就可以换人了。好，来。